一伙外囡仔互灵母虐待死亡，引起社会愤慨。行政院长陈建仁要求相关部会讨论，看敢要设专门的儿少保护机构。卫福部社会和家庭署表示，会修法整合儿少保护和脆弱家庭的通报机制，赶紧提供访视、评估和相关服务。涉嫌将一伙查甫囡仔虐待到死的姓刘李母利益，互北检提审。案件继续引起关注，行政院长陈建仁更加指示相关部会检商，看敢是设立专职儿少保护机构。我们应该在中央政府呢相关的部会设置专责的这个机构来做一个总整的情形，包括了像产前的照顾幼儿专责医师、儿童发展这个努力等等的这些方案社家署是到行政院会报告列出案情，也有服务时序表，点出新北市社会局树英社福中心儿福联名加北市社会局祈祷中心无尽到责任的所在，也不过新北社会局随反驳。新北市已经开案服务，不过它比较着重在整个案家的一个经济议题。那对于案童的出养必要性是不是有进行评估？台北市、新北市跟儿盟都非常努力在做很多的服务可是都没有做横向的一个联系，都是依照专业跟儿童最佳的利益来进行。事实上，按中央的法规，收出养的评估就是应该由这个中央的所核准的收出养的媒合机构来进行。卫福部强调，在收出养儿童方面，会强化地方社政主管机关角色，佮由地方政府评估出养必要性，佮安排出养进程按地照顾服务，同时也会修法整合儿少保护佮脆弱家庭通报机制。需要有一个保姆证更新的机制，政府去投入更多的经费，提高这些访视员或者是社工他们的薪资，增加员额，访视高，它可以去减少孩子被不当对待的机会。或者点出年母登记证的更新机制，甲社工订立参薪水待遇调整议题，建议相关单位思考。另外，日后点名要安怎处理主管机关之一的教育部指出，会以暂缓发展法，甲卫福部进行专案检查，了解敢是违规，若限期无改善，上当会当废止设立。记者综合报道。